立法議員陳明金同吳在權喺內港嘅議員服務處投入運作，二人亦都宣布將會競逐第4屆立法會選舉。陳明金同吳在權決定繼續參選第4屆立法會選舉，但具體嘅參選名單就仍未落實。佢哋估計會較傾向參加直選，如果參加間選嘅話，就會角逐社會服務、文化、教育、體育界選舉組別嘅2個間選議席。二人回顧過去1年嘅工作，4間議員辦事處08年受理嘅個案共有3003宗，包括各類投訴、求助及諮詢等。向行政當局提出嘅書面質詢有71份。被問到二人嘅服務對象似乎以福建鄉親為主，陳明金並唔承認，而且強調佢哋係為全澳市民服務。喺過去嘅3年幾嚟呢，我哋服務嘅市民呢，都唔係福建鄉親，都唔係全部都係福建鄉親。我諗澳門係一個移民城市，各個地方嘅籍貫都有。咁啊，除咗澳門居民，咁啊現在有香港啊內地居民，佢有啲嘢都紛紛向我哋求助。咁我哋能夠喺力所能及，我哋能夠做嘅，我哋都可以盡量做。而往後嘅工作，吳在權表示會朝住以民為本嘅方向，包括繼續關注內地超齡仔女以及非法旅館等嘅問題，並會監督政府依法施政。我哋只能夠係我哋力所能及，自己嘅條件裏邊可以做嘅，我哋就朝呢個方向去做。喺另一方面，我哋就係通過一個基本法俾我哋嘅呢個議員嘅職能，喺個監督嘅質詢方面呢，去多提多做。而二人喺內港新開設嘅議員服務處，亦都開始投入運作。